啊 ，share screen，这是甲禁掉。来 share screen， 咱今仔日要读。也出去耍吼，出细线吼，好，出细线来。啊，顶回读到对，我袂记想查吼，我啥毋知顶回读到对，我来查看觅啊。你若有记你做？好，我看我笔记是讲98页，暗讲无较无确定，无确定。来，我来查咱较早的录影，就应该使啊。98页，我来看觅，我看册才知。出细线。出细线。97到98。98页。嘿，对，安尼就是到98吼，啊来现只98。嘿，是，敢若拄好新的一部分的头一段已经读完，到强中学学生真强，强迄个字好。98页。嘿。哦，好。话是讲如何学生平安愿，是到迄个手。对遮天光遮开始，学生去顺。对，爱去为迄段开始读。嘿，前一段讲是迄个手，安怎讲，互迄个甲校长安怎讲？嘿，做收嘿，做收。OK 哦，接收好，安尼了解。好，安尼你若要继续读，好，就开始读吼。是。好，天光学生去顺。应该讲天光啦吼。哦，天光哦，所以就免变调好。天光，好，天光，太起。天光学生去顺遐个物，顺刚是找的意思，顺是巡视的巡。哦，好，顺了解，顺遐个物，因为顺回展览，就是这个顺。好，顺回展览。啊，但是一般讲，咱人行来行去，踅来踅去，嘛会当讲顺。顺，好，用。当然，行来行去，也有迄个目的是要找物件吼，再用这个顺。找物件，还是要检查物件，还是要检视啦吼，就是检查物件，再用这个顺利。好，我记起来。好，记好啊。好，去顺遐个物，因为挡路遐个路夹期有倒谈。哦，了解意思。好，倒谈。你拢听有无？拢知影意思吼。会使用会着，挡路就是有露水的意思哟，有露水。挡路这个挡字，我阁真正毋知要安怎解释吼。当恁物件放伫外口，会讲啊挡漏水。挡漏水。阮较早自细汉，我听阮母啊拢安尼讲啦，挡漏水吼。伊这只是甲水哩，甲升调，就讲挡漏安尼。当了，第二点有修这个词，伊会解释着讲是受漏水的意思。对，好，对，就因为有漏水，伊个物件都淡去，淡安尼好。倒淡这个动词倒吼，哦好，倒就是，就是要安怎讲？语感我有啦，才不要解释吼。倒淡。我相信这个道理就是汉字，就是迄个度吼。
哦，你是敢有查到？度有都有几哪个解水，看卖透度，有传嘛有传染迄个意思。传染嘛，喂，度，我看啊那拢无，我只是甘利店吼。我要豆蛋，有豆蛋，两个若是斗阵有一个树豆蛋，对，因为这个道理就是豆蛋去豆了蛋，之OK，前度目水先目水先水会度，吼，这个度是高一个动词的，但高一个安尼用吼，度。感风会烧度，度离。OK，色目散乱叫做度。你是用度淡直接去查这个，我看用安尼。高一字甲一个树拢找有，结果来说豆蛋就找有啊，嘿，豆蛋，有啊，有啊，你迄个倒去 TAM 遐豆蛋。加，嘿啊！倒淡，互湿气倒了淡气吼。伊无解释即个道理啊。我即就是讲即个动词即个道理。当然，你即马你对即只嘛当有着讲大概即个动词要咱安怎用吼？互湿气倒了倒淡气吼。但是即个动词到底要安怎来解说即个动词？伊都无吼，伊无解说吼。伊有即个道理，套下。OK， 你这嘛是差不多意思吼，就是你若咧写毛笔的时阵，你写伫正面，伊会倒去后壁。哦，嘿，好，即个就是倒。哦，了解。好，毋是干那安尼倒嘛会使，毋是干那上下即种层次的倒，迄种范围扩大的倒嘛是倒。好，了解。所以色目散乱的，这是什么解释？我来看。伊讲目水伤水会倒，就是目水你若无够渴就是浓浓。你讲红梅啊伤渴就是太安怎讲？太浓就是汤水暗较少嘛啊，你是目水伤水会倒。你安尼理解嘛？你若不管是更在迄个上，迄个画面。对，就是你若伤水会倒开嘛，就是即个倒这我就毋捌学过啦。感风会烧倒，感染倒，传染。你原来会使讲倒，但是我毋捌安尼用过伊讲感风会烧倒，这我就毋捌。小学啦，我可能讲小学啦我较毋捌去用倒即字倒较常用的就是即两种，即是隔气暖的部分传染别的隔湿，伊无例句我是上常用的就是即两个所以安尼你对这个动词就较有迄个语感就会出来好，咱继续转来到咱。好，甲皮好，甲皮遐个图甲旗有倒淡，就扣伫草包来拍安尼了解拍字拍去拍去啦拍是拍字嘿，拍互打好了解。学生去读册的时，愈着愈学生出来，就将遐个图收去内面，阮看。学好毋是学好，中学
学生来找无，拍算女学生，提去西大巷，西大巷，遮多一张被，话是讲，迄个西大巷是啥意思？西大，唔知爱看一个西大巷，西巷吼，我相信是这个，因为大应该是形容词啊，或者是形容词对。西大巷，西巷，较查到这种讲法。西，好，歹势，我就是讲你的。哈哦，无西哈，毋过有西，无共诶。哈是绝对有啦吼，哈是绝对。伊是第三声哦，第二声吧，我想唔对吼。哈要是嘿，哈，吼，加嘿惊加哈惊吼，毋通哈人，毋通讲哈。先哈就毋惊吼。嘿。哦，只是哈就是恐吓、威胁、恐吓、威胁、强迫、讲哈，吼，就是这意思，差不多是这意思哈。啊，西大哈，SAI 等一下，安尼讲无嘛吼？无，我拢找无。安尼无查这个赛里讲这个意思。使用赛，我相信就是这里啦。用係西人，敢有西人迄個意思？西大哈就是，你嘛會使講就是西人。對，因為迄個即嘛，我想看嘛啦，你若要翻做英語，什麼意思？frighten to frighten。我是講剛剛這個動詞。哦，西哈喲，西哦 make somebody。對，就是 make something happen，make something 安怎哈？所以就是這個西哩，就是這個意思，西大哈。哦，遮有啦，西驚有無？驚哦，對。好，所以西驚西哈就是這個意思。西驚西哈，好，了解。我看過別書西講，這我都唔知什麼意思哈。第二個講唔免啦哈。唔免什麼意思？這都唔是唔免的意思，西驚咯，可能是唔免驚。西講唔免講。那這聽起來真迄甲迄個客家話親像客家話。是哦，客家話安尼講。係啊，唔知甲聽起來有迄個感覺。我看嘛，西牛哦，你看這我就知啦吼，但是我較早攏當作是一個吼，西牛。西雷啦吼，西雷西牛吼。哦，較早我攏當作是一字啦吼，都是。西雷就是你換迄個雷啊，你雷殘啊，那個西雷吼。其實是使用的意思唔對吼。西牛、西目糋、西目尾，就是送秋波。哦，好。我較知影是西目尾吼，西目尾，西目糋嘛會使吼，送秋波吼。西暗部就是使壞招吼。西暗部好。對，西三角經哦，這你就歹解說啊吼，你若無做個動作出來，你實在是無唔知影什麼意思。好，但是我嘛無法度解說，我最後你看啊，小等下。好，三角經是啥物？我先 stop share 好。我得來用互你看一下我的video。
知 video 好多来看下啊 video 我 video 哪个开啊？我就喊你点，哪个开？哦，这 start video 哈。OK， 三角形就是你行路的时候安尼。嘿。哦，用迄个了解，亲像拿像行路有风的迄个感觉。